张图哦，绿岛有看到绿岛？哎，兰屿在哪里？有啊。兰屿在这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哦。我们进来的路径呢？我刚才用这个画哦，这个还比较合。我这个有一个画画。我们阿美族哦，先跟各位报告哦，我们下礼拜一开始哦，我们会有那个阿美族历史的那个，应该说我们会做那个阿美族历史复振及发展的一个录制哈，就是那个广播节目的录制，大概每个礼拜的4跟礼拜5哈会播放。那我们大概讲的内容哈，都会在礼拜2的晚上做前置作业哈。所以各位你们都很重要哦，如果你没有提供正确的讯息哈，到时候我们在礼拜4、5讲的内容哈就会更完整。所以今天都是希望利用大家的智慧哈，跟我们过去的部落经验，或你自己在阅读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哈，做一个整合哈，跟讨论。然后到时候我们录制的过程有我们阿里昂的96.3的阿美族生活坊跟李继信老师合作，就是我们在礼拜4、5都会有一个播出哦。那我们是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把阿美族的历史从那个清朝的时候的记录延伸到我们所谓的史前时代这样子大家会比较了解我们阿美族的一个历史的轮廓不然你只停留在差不多荷兰，就是再来清朝，再来是那个日本，就是很短，这个历史很短，而且是阿美族应该是做这个民族发展最悲惨的一个时期啊。我们的族人自己看待自己的历史都没有那一种好像都没有那种比较光荣感但是我跟各位讲，阿美族是一个不得了的民族。我现在找资料，越觉得我的祖先有时候我会觉得他们的伟大不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想象。这个民族真的不可思议。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啦，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没有关系，我们每次都会稍微。我们今天大概会用拿照的角度做说明好，不过这个东西不一定100%正确嘛，我们是利用拿照的发展的过程来推论现阶就是在哇，这个也是蛮久的，就是从史前时代进来跟我们现在拿照发展到其实我们阿美族的拿照最多发展到60几个其实依照文献的话，应该是有60几个。那但是我们的日本学者调查的就有40几个其实最多到60几个。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团队内部团队讨论大概当初来的话，我们用集团以下如果没有讲到你的拿照，不要太难过，因为你可能就是那个集团里面的拿照因为我们找一个拿照做代表。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我看可不可以画？可以耶。好，你看我这边有一个箭头阿美族其实是那个外来民族啦，这样讲那些有一些人可能会生气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啦，没办法。我们的传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传说有2种说法第一种是从兰屿绿岛绿岛我们就叫神奈亚塞到猴子山嘎嘎瓦山再到那个阿拉班奈到了阿拉班奈之后有一只往南，一只往北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第二种说法我们从南洋群岛先到恒春，再到阿拉班奈，再到台东平原那再从台东各地发展
那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个共通点哦，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会经过阿拉巴奈。哦，所以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成立哈、哦，可能是有人从比较南边哦，那我们怎么去了解呢？你看哦，这一张图哦，我们阿美族进来大概是从下面进来哈、哦，哦这一段就比较近哦。好，我们这一段很远哦，我们来看一下阿美族人在经过这一段的时候很危险吗？我们把它放大。其实哦，有时候你要利用那个地图哦。哦，这一段真的很危险的。你看，这边有很多小岛哦。我们阿美族人那个做竹筏，他会这样子走，他不会直接跨大海。哦，这一段，哦，你看到他就到这边。好，你看他要到那个兰屿哦，哇，你看这一段就很危险了。你看这一段非常危险了，这一段的航程很长哎，到兰屿这一段，这一段可能就是很危险，因为你还要注意到黑潮，还有洋流，还有季风哦。我们阿美族过去的一个船上的人会有哪一些人呢？他就是一个年龄阶层哦。我们用最简单的分类方式了，有最底有巴嘎隆爱，再来嘎巴、妈妈努嘎巴哈，大概就是这三个阶层在船上哈。那原来的像更往上的哈，到嘎拉斯哈，都会在他的原乡部落哈。那如果第一批到台湾的阿美族人哈，他们的那个雅少他们的部落是在别的地方哦，不是在台湾哦。哦，后来才有可能发现台湾有一些可以生活的地方，他才回过头去把他的雅少的他的那个族人载到台湾去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传说哈、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说。我们到了兰屿之后哈、哦，然后我们就再往绿岛这边哦，这边前进，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在台东这个卑南溪附近哦，资本溪或者太马里溪这边，有时候技术好的话就会比较准到卑南溪，技术不好就往下一点点哦，大概就是坐落在这个位置哈、哦。那另外一种说法哈、哦，是从下面嘛，就是说这个下面怎么来呢？我猜哈、哦，应该是这样子来的。就是他们去的时候吹北风哦，北风太强啊，所以他们本来要去绿岛哦，没有中啊，他们就往这个方向走了。就是说他们没有滑到绿岛哦，然后就被北风往下吹哦，吹到这个位置，所以变成你在恒春先登陆，然后再北上到台东的卑南溪哦，中间会经过太马里溪、资本溪嘛，到卑南溪，然后才会到我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那个沙南亚塞，不是，对不起，那个阿拉巴奈，就是我们的那个山河那个大概那个地方哈、哦。好，那个李老师，你这边有没有要帮我补充的？大概是我们有两种走法哈，大概我用这个图意会哈，我们当初阿美族人在划船的过程中，他可能遇到的季风、洋流，以至于他登陆的位置哈，不见得是我们现在的其中一种说法哈，两种都有可能。好，李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你讲的蛮正确的了。还有一个是第二种的哈，是从南洋这一边。我在想，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做生意的时候哈，这样绕圈圈，那个路径已经很习惯了，所以习惯的时候，台湾这边可以生活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家族就带到台湾啊、到台湾这边，所以南来说的说法可能就是这样子。那一个就是在旧香港这一边停靠，然后有的是直接随着这个流往北走，就是我们现在的法贡。哦，那有的是直接跑到了这个美伦这一带，所以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在2000、3000年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原来是外来的，可能我们都是外来的，
我们也有2、3千年在台湾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外来的，应该是已经是住在台湾了，应该是这样子。哦，对对对，我的说法可能就不太精准了，都已经住在里面3000多年的应该就是算里面的人了。对对对对对 ，OK。好，现场有没有人对我们刚刚的说法就是有没有问题想问的你们任何问题，我们这边只要有资料都可以帮你们解答。有没有人想问问题？阿美族的路径我们一般就是从那个兰屿这边先登陆嘛，然后再到绿岛，或者是直接从兰屿到那个台东这边或者是刚刚那个李老师讲从南洋这边直接到这边登陆但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从这边。我想补充一下了哈，所谓我们是从这些路径刚才所做的，那已经是经过了他们在买卖之间熟悉的路，所以才变成从这边到这边，从这边到这边。之前呢，应该是这样，在探路的时候，不可能会知道是他们从那一边，他一定是熟悉了。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对对对对，没有错。好，我们用李老师的那个论述来找一个比较明确的那个。如果李老师讲说，我们如果是已经熟悉那个路径，很有可能这个论述是正确的哦。你看，我们上次用那个米田堡的那个协同来看，阿美族有88.4%比例就是其实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的米田堡的血型有这么高了，就是阿美族了。快到90了呢。对，我有看到另外一个资料是那个95%呢。对，我有看到另外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可能因为他的人比较少。那再来你们看那个雅美族，就是现在的达悟族啊，它有34%。那达悟族的位置就在兰屿啊。那另外一个是卑南族它有21%。好，如果李老师的刚刚那个讲法如果是正确的话，这个就很有说服力，因为这一条路径从兰屿到绿岛，然后再到台东，这个是阿美族人在交易的，就是在贸易交易的航海过程中已经熟悉的路径，导致就是说他们会固定走这一条线，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一个最好走的路了。所以在兰屿这边就会有34%的米田堡的血统，也就是说，我们阿美族的米嘎塔富到那个什么达悟族就是很多人就是每一次阿美族去某一个地方就会停在那边有的时候我懒惰，我不想再划船了，有的时候就停在那个地方。那到绿岛，那有人问说为什么绿岛没有人我查了一下文献有一个地方是说绿岛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绿岛战役那个整个岛的人全部都被杀死所以绿岛为什么会没有原住民的原因，就是那个绿岛战役造成的，应该是有，后来就是那个绿岛战役。那我们最后进出台东，所以这个路线应该我们的假设是已经很熟悉的贸易路线。那个李老师，我刚按照你的这样讲，是不是就合理的那个我们的米田堡的比例了？对对对对，所以就南来说的这个离岛就是一个途径啊。对对对，没有错对 ，OK， 那这样子就很清楚阿美族不一定全部都是在我们讲的那个阿拉巴奈那个地方登陆他可能从这边也有可能，从这边也有可能，从这边也有可能。因为有时候还要看风向嘛，有时候那个洋流季风还有沿岸流还有那个潮汐你很难控制说滑道的时候一定那么准会滑得到好，第一个部分好，现场有没有人有问题有想问的？都可以问你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问我们这边有资料都可以回答你。我可以补充我的想法吗？可以，小白老师你有在好啊。我进来了。那个问题是，以前是没有国家的观念只是一个岛一个岛，我怎么一个岛去做我的贸易？
做交换物品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应该是到有国家的观念之后呢，我们阿美族就没有那个能力了，应该是这样吧？哎， OK，老师，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老师你讲这一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在我们讲的那个明朝的时候，他们开始对台湾有影响的时候，然后再到那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再到那个明郑、清朝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期间台湾进入了一个所谓有边界意识的。以前阿美族人的海洋是陆，你们要重新理解阿美族人对海的观念是，它是一条路。对于农耕民族或者是那个在陆地上生存的民族，海洋是一道墙。对阿美族人来，海洋是一条路，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海洋民族思维但是我们现在都被同化啦，我们看到海，觉得那个是阻隔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路嘛。但是以前的阿美族人看到海是航向另外一个世界的路。你们可以想象以前的阿美族人，他的 DNA 就是把海洋当成路。所以小白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说一旦国家意识形成之后，海洋就会变成国家的边界，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离开这个地方，从海洋出去到别的国家。所以阿美族人为什么会慢慢的转型成陆上的那个民族，就是这样。但是陆上不是我们在行的啊，所以我们一旦转陆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相对的弱势，就要开始重新去学习跟适应。这个是阿美族人非常吃亏的地方那这个时期大概就是发生在明朝，那个时候开始就是阿美族最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最发展最强盛，你可以这样形容吗？就是反正我们阿美族的高光时刻大概就是在明朝以前明朝以后大概就进入我们的那个比较衰败跟那个变成弱势的一个阶段了。小白老师，我这样子回答有没有跟你的想法一致？答对了，答对了OK， 小白老师，我跟你讲我找到你们的那个达里萨干的意思了，你知道吗？我在文献上找到那个西拉雅族称那个那个赤坎楼啊。赤坎楼，赤坎他们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出海口啦，然后是一个河港然后那个西拉雅族称那个地方叫沙干，沙干，沙干，对，沙干。然后你们这个雅少是不是从那个就是从台东恒春一直做生意到台南，对不对？那个沙干就是说去台南的那一批人说搭一沙干去台南，搭一沙干有没有变成达里沙干？所以达里沙干这一支的雅少就是专门去台南的那一支人，叫做达里沙干。他本来叫做达伊沙干，就是去台南达伊沙干，就是变达里沙干。所以沙干这个字是西拉雅对赤坎楼的称呼，所以那个沙干是一个地点。你们这个雅少就专门是从台东去台南做贸易的这个雅少。老师，你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很符合你们那个恒春阿美从台南回到台东这个逻辑？有啊，没有。所以老师，我严重怀疑那个你们那个我们上次讲那个四重溪那个地方被那个郑成功挡住之后那个我们不是说从四重溪下去，结果没有办法去台南的时候，可是另外一个观点是什么，你知道吗？那边的人也回不来了。也就是说，你们恒春阿美很多人被留在台南那边，所以我一直觉得陈金峰是阿美族人呢，有没有人认同啊？我看到陈金峰那个脸，他根本是阿美族人吗？我认同哦。谁在讲话？谁？我。马里盖老师吗？对。OK，
哦，马里高老师，你发言，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说我对，刚讲的那一段，你觉得？对，因为我看到陈金峰，我真的觉得他是阿美族嘞。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这样看他的那个五官哈，就是有阿美族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他的以他的五官来看，是嗯，跟我们阿美族是有相像。刚刚因为前几次你播放出来的那个哦，你说我们阿美族要到台南，以至于台南被同化。诶，话说回来，那我们的入境走到台南的这个状况之下，嗯，阿美族的那个路径非常广，嗯，对，非常广。那今天我要回头讲的就是说，那个亚绍的部分哈，亚绍的部分会跟我们米田堡的这个有没有相冲突啊？老师，你的冲突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米田堡跟亚绍的关联是你的意思是说有些亚绍有米田堡，有些没有，是这个意思吗？我认为是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冲突？因为你看呢、那个叫什么？兰屿这边你说34嘛，对，回到台湾的时候，到那个叫什么组？卑南又变成24，所以你看那个路径啊，他们阿美族的路径在行走的时候往北，一个是两边都是往北的，好，从海岸线东部这边海岸线也是一样，那一直到台南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你播出来说有我们阿美族的这个路径走到台南去，那甚至我相信也有可能一直到嘉义，往北一直到13行嘛，是不是这样子？老师，我跟你讲，我们找到证据后，往后我再慢慢跟你说明。有，我们阿美族全省走透透。哇，你看吧，真的。对啊，不找资料还好，一找资料吓一跳。就是说阿美族人，因为我们现在先不讲细的哈，到时候讲到的时候就会回答那个马尼盖老师的问题，因为他这个东西很妙。阿美族不是一个有国家意识的民族，他到处跑，他根本就不把台湾当成一个据点。他最远都已经跑到快到复活岛了，他怎么可能会觉得台湾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对啊，他想要去哪就去哪，他这个民族没有国家意识啊，他也不会。甚至日本也有我们这个米田堡的这个有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精华在里面呢。那个日本的话比较难讲，因为我们那个米田堡是那个慈济大学有一个叫林妈利的一个教授了，那他其实是一个台独分子，你知道吗？他的目的当初的目的是干嘛？他只是为了想要证明台湾人大部分都是那个南岛语族的人，所以台湾跟大陆不一样。他当初是想要证明这个，然后那个找到米田堡这个是不小心的事情啊。可是我在2年前我有上网查所以阿美族是在米田堡，我看到的是有98%的那个，对，更高，你这个数据更高，对啊。我2年前是有看到有这样的数据了。可是呢，你看，如果按照这样的话，最近有几个岛屿的国家有来想要认祖归宗的那个国家，你看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关联？所以如果
他们愿意去测他们的血液有没有米田堡的那个血统哦，其实测出来就是有了，只是说好像没有人想要用这种方式去证明，好像比较少人，比较少人用这种方式去证明他那个，大部分都是用语言学跟那个文化的表征啊，就比如说你跳舞的方式啊，或者是你的语言啊，这在读沙读路啊有几个像啊，你的耳朵叫党音啊，像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毛利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认亲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其实你要这样认清哦，你跟排湾族也很像啊，对啊，所以他那个什么米田堡是我们阿美族全世界唯一高比例的民族哦，只有我们，像那个有些那个白人啊，或者是那个1/1000哦，他们那个就低到不可思议。你知道排湾族也有去检测米田堡，他们检测出来的是0一个都没有所以不是台湾原住民都有米田堡的血统哦，是跟阿美族有接触的才会有。好，我们看一下，因为那个马里盖老师有提哦，你看我们阿美族去日本会怎么去你们看这个图，我们阿美族有一个雅少叫法赛反正你们有提到我就解答所以你们多问问题，我可以跟你们解答你看阿美族在台湾如果他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宜兰的里面有几个部落，一个叫多罗梅远一个叫打纳社，一个叫里瑙社很像里少。这个你把它翻成阿美语，它就是阿美语的音，就打如岸呐那个打纳岸就是打如岸，那里瑙就是里少在那个南洋平原，我们阿美族跟那个什么噶玛兰人就是一起生活。我们阿美族人早就跟噶玛兰生活很久了，所以那个噶玛兰人从宜兰到花莲很会讲阿美语，是他们一直以来都很会讲2种语言不是只有到花莲才会讲阿美语的，他们老早就会讲了。那个时候的阿美语叫做马赛语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有一个雅少叫做法赛。我们的法赛它主要的活动范围就是在那个13行一直到利物溪就是我们的那个法赛。好，我回到那个马里盖讲的我们大概在南洋平原，如果要去日本怎么走你看我现在画给你们看，它一定是这样子走，它走那个石垣岛啊，然后走那个小岛，然后在这边跨海，利用什么？利用黑潮的力量跟那个洋流的力量往这边走如果一不小心就歪掉了。是我们阿美族人会到冲绳因为曾经有一个 YouTuber 我有提过一个女的啊，她去冲绳玩的时候跟他们那边的当地的本地人嘛，他们就聊天，然后他那个就踢到他一下，他就说啊哥，然后他笑出来说：“嘿，难道你是阿美族人吗？”他很好笑。那个 YouTuber 你们去查，有一个女生的阿美族，长得还蛮漂亮的，他就拍了一个影片，他说：“难道冲绳也有阿美族吗？”所以这一条路径是阿美族去日本的唯一路径。为什么？阿美族是利用小岛之间的距离因为他们是族阀嘛，虽然我们的族阀可以载到60几个人。但是重点是什么？这个族阀也不是那个一般的船它可能还会遭到一些撞击什么，所以它必须在沿岸有没有比较近的可以停留的地方，它还要修理还要怎么样才会到冲绳好，大概刚刚回答那个马里盖老师去日本有这一条路径，但是它的出发点大概就是从哪里？就是那个叫什么溪，南洋溪那边，就是平埔族的聚落那边，我们阿美族有几个聚落在那边不然你就从哪里？就从那个基隆的和平岛那边，基隆的和平岛那边也可以，那边也是那个什么马赛人活动的范围好，那个马里盖，我这样讲有没有那个解决你的疑问？有，谢谢。
我们现在有那个 Google Map 你光看就觉得很精彩，有没有 ？Google Map 其实是很好用的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理解阿美族以前的它的路径好，那我们再回来现场，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有问必答如果我们没有资料，我们再帮你收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问有没有人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就开始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FB po 出来的。好，你们看这个 FB 我先大概念一下那个我们的阿美族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不同时期我给你们一些概念不然有些人历史没有概念听我讲好像在讲那个空，就是都是在那个天马行空在讲。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阿美族人大概是什么时候进来？我们看这个最低这个地方是3300年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就是我们在卑南文化的时候，3300年以前进来的就预估我们应该是最多或者是最少应该也有来到那个台湾有3500年以上，至少啦。如果从我们的卑南文化开始，好，我们这边总共我打星星的地方，你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在差不多在2500年到3300年这个之间呢，我们阿美族在台湾创造了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还有花岗山文化，有没有看到就这三个，下面这个三个打星星阿美族真的不得了，这个民族我们要就是说要台湾人要感谢阿美族人把台湾扶正，这个话我真的觉得是真的。我们阿美族人都会做那种最辛苦的工作。你看那个台北市的市容，台北市的大楼，其实以前有一个那个真饼的那个牧师叫陈秀慧，他说是谁把台北市扶正的？他就都是阿美族人把这个台北市扶正的。所以阿美族人往往都是做那种最辛苦的工作，但是他为什么在台湾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在海洋的能力了，而且国家也不准我们随随便便在海洋跑来跑去。我们以前是可以，当国家形成之后，阿美族人彻彻底底跟海洋断了那个连结了，这就是我们辛苦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适应陆上的生活。我们已经在海洋，从这个大洋洲这样的跑来跑去，这样子我们到处跑呢。我们怎么可能会屈就在一个小小的台湾里面？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一定要跟各位讲，阿美族人以前真的是不得了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共这三个时期嘛，在2500年到3500年，然后再往上推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跟你们讲，大概有哪个阿少会进来。那差不多在2500年到1000年的时候出现的铁器时代就是龟山文化跟山河文化那之后晋普文化也出来了他们这三个时代其实是有重叠的，就是龟山文化、山河文化跟晋普文化。那同一时间在北部有出现了13行文化有没有概念？有没有人看不懂这个图？要我多解释的？有没有人看不懂？看不懂要讲。看得懂了，快点。可以继续。老师你一定看得懂啊！我看是现场有没有人看不懂？我们原则上是下面的时间越久远越上面的时间越靠近现代了，就是这样子。森龙哥，有人举手吗？有没有人？森龙哥，我举的。凯明，你可不可以先说明一下那个文化的意思？好，我大概先说明一下好，谢谢森龙哥提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跟花岗山文化这个三个文化主要的内涵就是说，
阿美族人发现的那个丰田玉就是所谓的散玉，然后把台湾的丰田玉送到南洋群岛这个我等一下会介绍。所以这3个阶段主要是阿美族发现的丰田玉，去把丰田玉挖出来，然后再加工制作，然后再外销到各个地方去做交换。好，那第2个阶段是我们讲的龟山文化、山河文化、晋普这个时期其实含那个13行文化，这上面这4个主要是说阿美族人把南洋的炼铁技术带到了台湾，所以我们在哪边有发现一些遗址呢？在那个旧香兰，还有在晋普，在花莲的海岸，还有在13行的那个八里那边，就发现了有类似的炼铁技术，它的炼铁技术都是马来式的炼铁技术。所以阿美族人把炼铁技术就是从南方从那个应该就是他所谓的马来，应该就是就是从南方带进来，就可能是从那个印尼啊、那个婆罗洲啊，或者是菲律宾啊那边带上来的一个炼铁技术。所以大致上它分成2个阶段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花岗山文化是属于那个丰田玉的时代，那龟山文化、山河文化、晋普文化跟13行文化是属于那个铁器的时代。然后它这个铁器的时代一出现之后，丰田玉的时代就消失了。它其实逻辑就是这样是2个时代。那申龙哥，我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有，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文化，就是说有阿美族的生活痕迹、手工艺痕迹跟贸易的痕迹，就对了。对对对，没有错，你这样讲更具体，就是有生活的、有贸易的，还有他的行为的轨迹。对，没有错，没有错。OK， 好，对，因为这个是阿美族创造出来的，这个跟其他族八竿子都没有关系啊。真的，阿美族很可怕呢，单一民族创造。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想要把这个跟他们自己的文化结合，那没关系的，因为文化本来就是互动的。但是主体的民族还是阿美族那我们现在比较难的工作来咯，各位，这个大概是全世界大概只有我们能够把这个 DNA 解开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如果你们有在线上算你们有听到不过这个有录音就没有什么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FB 就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我们来看看 FB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卑南文化最上面这3个，卑南文化麒麟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巨石文化。再来是花岗山文化，我们先谈论这3个。这3个就是我们刚讲3500年到2500年之间阿美族创造的文化那你们看看卑南文化我们讲卑南文化是第一个集团是谁呢？是拉兰厄斯的集团它可能底下有很多其他的雅少，我就是以拉兰厄斯为首的集团那像什么宝岛湾伊纳洛啊，什么一大堆小的雅少都跟着这个拉兰厄斯一起到台湾他们第一个登陆卑南溪嘛，所以他们占据了卑南溪、太马里溪、资本溪这一带那第二个来的呢，我们那个秀姑兰系统的是吉维里亚的系统它也是可能有其他的那个雅少也跟着一起来。他们到了卑南溪之后说：“哎呦，有人了，我们先往上。”所以他们往上的时候看到那个秀姑兰溪的时候，哎呦，有一个好地方他们就停到那个秀姑兰溪，就是现在所谓的秀姑兰溪的系统那有另外一支比较慢到那个就是把吉他系统他们到了卑南溪，哎呦，怎么有人了？然后又到往上到秀姑兰溪，怎么又有人？最后他们跑到那个花莲溪进去所以就花莲溪进去之后，就是我们的那个把其他的系统好，我们不要讲太快
有没有人听不懂这一段的？这一段很精彩哦，这个其实是我们推敲了很久，用我们的那个方言别哦，就南势群，还有那个恒春的、马兰的，还有我们的中部阿美，有包括海岸跟秀姑峦，利用这3个系统哦，去对照我们那个现在把吉大、吉维利岸跟朗二死相关的拿绍的大概的他们的路径哦。有没有人听不懂？那个李老师要不要帮我补充一下？应该都听得懂吧？好，那个刚才嘎造说的就是在边南这一带的，就是拉朗格斯啊，拉朗格斯，然后就分支了很多那个比较细的以后哈，那另外一个就直接就是到这个旧姑峦溪，也就是现在的九维利岸。九维利岸这一边，你看变成了一个好像是旧姑峦群的阿美，那那个这边呢，就大概是来来回回有的跑到屏东嘛，所以这边变成一个所谓的边南阿美，就是马兰跟恒春的一个系列，然后另外一个就直接就是因为都有人了嘛，所以就跑到了这个花莲这一边就是六溪啊。这一块还有花莲溪这一边，所以他们这一块就是我们说的巴基大的他们后来就沿着溪这上去的这个以后再讲大概这个拿绍这3个主要的拿绍的分布，大概就是这样子占据了这一个海边的这个河口，然后就开始了我们阿美族在很多的这个作业上以及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就在这边传起来了，那来来回回是很精彩的所以刚才也说过了说他们是代表了什么东西去生活，大概等一下嘎扎会一一会解释。好，谢谢李老师。好，现场都理解你们不要害怕问问题你们有问，我们如果有收集到资料，一定会尽可能来回答你这个其实你在全台湾找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或者是语言学家没有人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都是我跟李老师、小白老师还有很多老师在私下利用拿绍的现在的分布，还有语言的分布，还有历史的证据我们交叉验证之后，大概是推测是这3个拿绍第一阶段来到台湾那如果有人对地理不熟我们反正有 Google Map 嘛，我们看一下这个 Google Map， 我们看一下那个卑南溪在哪里我们到了绿岛之后就第一个看到登陆的这个就是卑南溪这个就是台东市旁边那一个卑南溪有没有？然后你往上，那个我们第一个卑南溪进去的是拉郎二十嘛，第二个进来的哎呦这里有拉郎二十这些人看起来很凶他们就往上走然后他们走哇，一直滑滑到了哪里？这个不够大滑到了这个终于一个很大的河停下来。阿美族专门找大河的，他不会找小河然后秀姑峦这边他们就登陆了，这一批就是以吉维利岸为首的这一批人不只是吉维利岸，很多拿绍一起他们都会一个集团会来。那个后来把几个秀姑峦溪怎么也有人他们就往上，哎呀怎么那么远？后来他们终于找到哪里呢？找到花莲溪他们就从这边，然后这个巴西塔就从这边登陆好，给你们一个概念图了，大概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线有没有？这个蓝色线的范围阿美族的有3批拿绍不是只有3个是3批3批拿绍个别在差不多的时间来到了台湾大概是距今3500年到4000年左右，离现在你要这样回推我们在台湾就是说至少3500年以上
对，可能还更久嘞，这只是我们去推估的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阿美族人我们就开始进入了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事哦，这个就进入到我们之前有提到的。我们先回到这张图哦，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哦，这3个时期啊，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跟花岗山文化哦，妙就是妙在这3个文化刚好就是分布在这3个大河的附近哦。卑南文化就是在卑南溪的附近，麒麟文化就是分布在秀姑峦溪的附近，花岗山文化就是分布在花莲溪的附近。那这刚好卑南溪文化就是拉拉嫩斯创造的文化，麒麟文化就是吉维利安系集团创造的文化，花岗山文化就是巴吉塔创造的文化。好，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有提到嘛，那个巴吉塔，其实阿美族人是一个，就是因为他是南岛的航海的民族嘛，他主要的工作是贸易。我想各位可能你们都觉得，哎呦，阿美族怎么会做生意呢？他以前真的是专门做生意的啦。你们可能很难理解的，哎呦，怎么可能？我们阿美族就去做生意的时候，我说这样子都不好意思。我们以前的脸皮厚的跟什么一样，可是现在你叫他去菜市场做生意，可能很害羞。我们整个被这个农业民族这个土地的概念，把我们以前海洋的 DNA 整个都杀死了，我们就没有那种思维。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很好玩哦。我们虽然是3个亚绍的集团哦，拉拉厄斯集团、基维提案的集团，还有巴吉塔的集团哦。巴吉塔发现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还是互相会运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河花莲溪，给你们看这个图你们会比较有感觉。好，你们看哦，阿美族人把吉他从这边进来所以我们知道把吉他进来最有名的部落就是在河这个溪口这边有那个波波嘎苏岸，还有纳刀岸，还有那个什么李兆嘎苏岸，李兆，对，有4个他们其实都是把吉他的人好，我们往这边看往下，他们就一直沿着这个河走到里面他们发现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是那个木瓜溪嘛，他们可能走木瓜溪那边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没有发现什么。他们走到那个所谓的寿丰溪我把它放大。他们走到寿丰溪的时候，这边好，在这一个地方走到寿丰溪的时候，在这个山里面有那个山上有东西冲刷下来，他们发现有什么闪玉这个地方就有闪玉。大概我画这个地方，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丰田？对那边有一个叫做所谓的那个那个什么雅米干河就是寿丰溪吧。那个太鲁阁硬要把它取叫做什么米亚干还是雅米干反正就是变成那边找到了一个遗址里面全部都是所谓的闪玉。还有这时候把吉他就很开心了开始在这边采集或者是挖，就是在这一块，这个把吉他很高兴开始采阿奇维利亚有听到风声的怎么办呢？我们把它缩小这个时候的那个我们的航海民族嘛，我们的竹筏是从这边开进去的，在这边采集之后在竹筏再开上来，开到这边有一个人来这边接，什么意思呢？我们几维离岸的说，哎呀，我帮你把他送去送到哪里？送到卑南溪啦，我来送啦。几维离岸的人就在这边接，他就往这边送送到哪边？很远呢，送到这个卑南溪这边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拉兰厄斯的地方。然后拉兰厄斯的人应该说：“哎呦，你们送的这个东西很丑啦，怎么办？那就要加工好，我给你们看
我们那个晋普那个吉维利案的人做了什么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吉维利案的哈现场，如果你是属于秀姑兰系统的哈，我们以前做的工作哈，就是把什么？把石头，你看呢？我先给你们看这个，我们在刚刚我不是有讲吗？北边的叫做什么？就是他们在挖那个什么丰田玉、展玉的时候，他们那边产生的一个文化叫做花岗山文化，对不对？然后吉维利亚去把那个东西接回来的时候，他们在他们以前住的地方哦，就是在太原、麒麟、白手连、中永、猫公、新社哈，这边有什么东西？有所谓的石棺，或者是盐棺。很多人以为那个是埋死人的，不是，那个是他们在把那个刚刚开始从那个把吉萨他们那个集团把那个他们那个丰田玉把它采集之后，吉维利亚的人去拿嘛，他们拿到这些地方我严格怀疑这些有盐棺的地方就是以前阿美族人的部落他们就拿到那边去磨，把那个丰田玉把它磨得很漂亮。简单讲把吉卡那边就是做什么？做采集，吉维利亚那边就是做加工，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个文化，叫做什么文化？叫做所谓的麒麟文化，就是巨石文化。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有卑南文化是拉兰二十的吗？我给你看，我怕我讲那么多名词我怕你们没有办法消化我们看这张图我们北方的巴吉卡创造的花岗山文化这个就是他们去采丰田玉的时候，然后采完丰田玉之后吉维利亚的人去他们那个花莲溪口去接，那接到哪里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盐关的位置我念给你们听从南到北从太原、从都兰、太原，还有那个成功的那个麒麟那边，再到白手连再到那个猫公，再到新城这一带都有盐关，不是埋死人的，还有长光也有都不是埋死人的你们不要把盐关一般我们讲埋死人的叫做盐片棺或者是片盐棺，就是有片有片才是一板一板的，它是一片一片的那个才是棺材。如果是那个天然的那种盐棺，那是一体成型的，那是大自然，那个不是拿来做棺材，那个是阿美族人当初主要是拿来磨那个玉加工的地方。所以吉维利岸的人做的东西就是把吉萨的人采集的东西拿去做加工拿到那个盐棺那边我给你们看一下盐棺长什么样子我怕大家应该是有了，我找一下盐棺那个长光的可以拿出来。好，我来看，我来给大家看长光的现在很方便好，我们来看一下长光的那个图片很多啦，其实你们去打个关键字有没有？好，我们来看这张图。你们的历史如果不好那可以那个啦，可以多从我们这边吸收一点也没有关系。好，这个我直接这样看比较快。好，你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所谓的盐棺它里面有一个比较方正的地方这个东西人家就把这个当成棺材啦。我想说这个棺材只有一个人可以买那么好笑，一个部落才一个棺材，不是很好笑吗？这个逻辑不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盐棺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它有一个比较矩形的长方形的一个空间，其实其他的地方也类似它的左下角有一个洞是排水的，有没有发现？然后你们没有看这个很特别吗？这边怎么那么多刮痕？你看这个刮痕好严重到处都刮得乱七八糟。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祖先他们在磨那个玉的时候的痕迹你有没有发现？很明显这边一大堆痕迹。然后
为什么会有洞呢？事实上，阿美族人在魔芋的时候会把这个洞先堵住。他们在魔芋的时候磨一磨要水嘛，就把水浸在里面，就把那个芋啊浸在里面洗一洗，再继续磨，再浸在里面继续磨。啊，这个水很脏的时候，它就从这个地方排出来，再倒新的干净的水进去，再继续磨，再洗一洗，再磨。好，我先讲到这边我怕很多人消化不良。有没有人听不懂这一段的？有问题的可以举手。小白老师，你要不要补充？李老师也可以补充。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蓄水池咯。没有错，它就是蓄水，但是它主要的功能是拿来磨玉的。对，就像现在我们在磨刀一样，也是要用水，然后再继续磨，那种意思。对呀，对对对，你把它想成磨刀，然后是不是要用水清洗再磨啊？那个水会脏，是不是要排掉？对，会有那个铁锈。对呀，对。好，这样说明大家可以理解这个不是埋死人的，这个是拿来磨玉的。我可以理解，我可以。对，我可以问一下吗？因为好，我们给那个信燕先问问看，信燕先问。如果说我们以前做丰田玉啊，你说之后就变成那个铁器时代，我们就开始在打铁了。可是这种文化怎么没有传下来？最多就是陶瓷这个文化，我们有传下来到，有学到啊，现在还在做陶瓷啊。可是前面的文化怎么都没有传下来？很妙，对不对？好，这个我先快速给因为我们这个之后会回答这个问题，先跟那个信燕讲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阿美族人他们其实在第二个阶段进入了所谓三河时期，还有龟山时期，还有那个晋普时期，还有所谓的13行时期进入了铁器跟石器并用的时代铁器跟石器并用然后阿美族人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留下来？你们知道吗？因为阿美族人是一个比较追求和平的民族，他并不会把这一些的东西当成什么，比如说像那个泰雅族啊、布农族啊、卑南族啊，他们会把它当武器用。阿美族人不管是从就是我们把那个铁器的文明从我们的那个南洋那边引进来之后，我们在3个地方有挖到遗址，一个就是在香兰，一个在晋普，那一个是有发现铁屑在那个花莲的那个海岸附近，另外一个就是在13行遗址。这几个遗址都是阿美族人的足迹。那为什么没有留下来这些铁器呢？事实上，有一个时期是最关键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从明朝禁海200年，明朝它禁海200年，把那个汉人跟那个台湾的连结断掉了。阿美族人不再以那个台湾作为主要的贸易的交易，因为他开始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跟华商，他们那个时候文献讲的是华商，华商就是汉人偷偷从大陆拿东西来台湾交换。你知道在那个利物溪口有挖到那个什么宋朝的铜币呢？宋朝在利物溪口他们的遗址有挖到宋朝的铜币，也就是说以前在13行博物馆交换的东西送到了利物溪口，那边有人有交换那个宋朝的钱币。但是你看唐宋元明清明朝的时候就禁止这个海运，阿美族人不再以台湾作为主要的生活圈，所以信燕问这个问题会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阿美族根本不把台湾当成他会停留的据点。再来一个就是说，他炼铁不是拿来就是说自己去发扬自己的铁器时代，他主要炼铁是做我炼完铁之后，我就跟某某人交换寿衣、寿皮，还有什么山猪吃的什么。阿美族人就是做这个工作，他不会把这个铁器当成一回事，他只是一个他的那个经济模式的一环而已。那为什么会断掉？我猜就是因为阿美族离开台湾之后，这一些东西慢慢不会，是因为他主要的工作不是打铁，他主要的工作是交易，所以变成阿美族人慢慢离开了台湾。
离不开台湾的主要的系统，就是已经转型成内陆化的最主要的群体，就是吉维利安系统。吉维利安系统跟那个巴吉塔系统慢慢发展出奇美社，还有什么泰巴朗社，还有马泰安社，还有嘎拉拉这些比较内陆在大河就是上游的，他们慢慢转型。那比较还是海边的系统叫法塞、达利萨干，还有拉朗厄斯这些比较以海洋为主的系统，他们早就离开台湾了。但是因为国家的那个什么那种区域性的概念已经形成，他们也困在别的国家了。我们是困在台湾，那其他的海洋的也被困在，可能有人被困在菲律宾，有人被困在那个什么那个印尼，有的被困在那个越南，就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李老师说，看到辽国的人也会讲阿美语，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的人在国家形成的时候都被困在各个地方。好，这样子有没有回答新燕的问题？是全部南岛语系哦。对，南岛语系的五都是零嘛，所以我们以前阿美族以5为单位咯。对，我跟新燕讲哦，以前台湾的贸易的语言，他们那个文献是讲马赛语，就是所谓的法赛嘛，就是这个法赛这个雅绍的名字。以前的台湾的通用语言是阿美语呢，不是只有林骂呢。你看那个噶玛兰多会讲阿美语，就是这个原因啊。好，还有没有问题？小白老师，问题吗？好，我补充一下。新燕可以先问，没有小白老师，你等一下哈，我们因为新燕很少发言哦，我们很难得。我想，因为你刚刚说那个巴吉拉跟吉维利安，可是听之前那个长老，就是你们在聊的时候，那个巴吉拉不是从那个顶阿绕出来的吗？他总会跑到那个利乌基那边进去。是这样子哦，那个新燕，我跟你讲，我们讲的是一个概念哦。你看哦，我们往上移动的时候啊，吉维利安的话，他先抢到先机，先进到那个秀姑兰系统嘛。那个巴吉拉哈，他往上移动，他会看到顶阿绕，他就钻进去了。啊，那个什么吉维利安也往上啊，他看到那个水莲溪，他也钻进去了。但是主要在花莲溪进去的那一批阿绍是巴吉拉。那你说中间那些小溪有没有人钻进去？有，顶阿绕就是巴吉拉钻进去的。这样可以吗？可是像那个法赛啊，可以知道他是法赛，那个法赛，然后拉达勒斯可以知道是卑南族他们讲的。可是那巴吉拉跟吉维利安是从哪里知道他们是巴吉拉跟吉维利安？那个什么麒麟文化跟那个什么那边？对啊，这样推论。这个就是应该这样讲。我们一般来讲雅绍发展的越多人就是人数越多的雅绍啊，表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比较早到的雅绍，人数越多的，我们要这样回推，人数越少的雅绍它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大的雅绍分支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巴吉塔、吉维利安呐，甚至到沙里普岸，沙里普岸其实是泽波那边泽波这个系统，也就是吉维利安这个系统分出来的，所以它这个沙里普岸原则还是吉维利安系统的。那巴吉塔系统的有什么？像马鲁让这个构树的那种雅绍，就是从巴吉塔分裂出来的。那拉朗厄斯分裂出什么？法塞就是拉朗厄斯分裂出来的。那个达利萨干就是拉朗厄斯分裂出来，所以他们是马兰系统的。那我们这个吉维利安系统的分裂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到的像什么奇美啊。但是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当他们从河口到上游的地方，比如说你看那个马泰安跟泰巴朗这个两个部落很好玩他们都是从花莲溪或者是那个丁阿绕那边进去的时候，他们在上游的时候碰面了。他们跟谁碰面？跟秀姑兰往里面走的碰面了，所以那个马泰安跟泰巴朗的话很好玩我昨天也稍微问了一下，马泰安跟泰巴朗的话就是有结合了巴吉塔
跟吉维利安，也就是说它有南氏群的声音，也有秀姑峦群的声音，所以把那个马泰恩跟泰巴朗的声音就比较特别，比较没有完全像南氏，也没有完全像秀姑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从那个河口进到上游哦，像那个泰巴朗跟马泰安，就是一个很明显。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哦，就是说人数越多的逻辑要往回推，它就是越早进来的，因为它的子孙就特别多。那你说拉郎勒斯，它整个系统就是恒春阿美，所以你现在有发现吗？整个恒春阿美，还有那个南势阿美，跟所谓的中部其实就是秀姑峦跟什么那个海岸阿美。那恒春其实跟马兰阿美是一国的啦，他们是拉郎勒斯系统的。这样子有没有回答那个新燕的问题？OK， 可以哈，有问题尽量问哈，我们发现的资料哈都会跟你们解释。阿美族对，有吗？新燕，你有什么话要说？没有啊，很有趣啊，一直听。很有趣哦，我跟你讲，后面更有趣。好，那个小白老师，你不好意思哦，因为新燕比较少讲话，你来补充一下。没关系，没有关系，没有，我只是强调说哈，在铁器文化之前的话，是以那个丰田玉为主啦，它是可以切割，所以说他们在制作那个以前的工具的话，都是用那个什么丰田玉那种来做，甚至于它是比石头还硬，所以呢，可能像这个石头啊，它弄那个的话，就是用丰田玉的所制作的工具来做，而且一方面我所知道的是，那个丰田玉哦，它只能用磨的，它能磨出它的形状来啊。如果用敲的话，马上就破这样。对。那所以在这个铁器文化之前的话，所有的工具应该都是不是石头，就是那个丰田玉啊。对。报告完毕。没有错，老师，我顺着你的话讲哈，你看我们找到了一个文献哦，那个1960年、1980年、1990年哦，有调查哦，早期调查你们看到那个红字的部分哦，早期调查发现有少量打字石斧、网坠、磨制石崩及陶片。老师，你们仔细看哦，这个东西叫磨制石崩，有没有？老师，你这个就是我们要磨的东西啊。对啊，对，这个就是有证明这个盐棺哦，它根本不是棺材，它是拿来做，所以我们要回推什么？就是我们那个海岸系统的，就是秀姑峦系统。我再念一遍哦，从哪里呢？从最远到新社，往回在猫公、长光，然后那个白手莲。还有麒麟成功那边，再往回推到那个，和平吗？对，然后再往那个回推叫都兰，就反正这一带都有盐官，这一带的盐官主要是秀姑峦系统在帮什么吉维利安集团在帮把吉他采集的那些散玉，就是丰田玉做加工。好，做加工要干嘛呢？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最有冒险精神其实我跟您各位讲发展到现在啊，你看阿美族的不同的雅少，它的个性不一样其实拉郎20是比较凶、比较有冒险性格、比较有开拓性格的那吉维利安系统比较保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秀姑峦系统的民族性格比较保守，而且比较有那个怎么讲，就是有那种领域的意识所以才会发展出那个我们那个有奇美的有这些，它就是比较有领域的意识。然后把吉他
他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不能说随性嘛，他就因为他是向着太阳走嘛，巴吉萨嘛，他就跟着阳光走嘛，所以他其实就是说，拉兰厄斯在前面哦，他会跟在后面去找机会，而且他本身也是跟拉兰厄斯比较好的亚少。我们跟你讲哦，吉维利安跟拉兰厄斯比较没那么好哦。后来的演化过程哦，巴吉萨很多跟那个什么拉兰厄斯系统有连结哦。我讲一个案例就好了，我们那个达里萨干呢，他在后期的时候去利乌西哦，然后他在等那个法塞啊，从13行要把那个什么东西载到那个利乌西口去做交易的时候，那个达里萨干等了老半天都没有回来。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明朝在晋的时候，那边的法塞出不来了，所以那个达里萨干就很难过，就回头的时候，他经过那个李兆还是伯蹦那边哦，就遇到了那个马鲁浪哦，马鲁浪就是把比萨的后面衍生的亚少。那个达里萨干就说：“哎，我们去那个南边。”所以那个马鲁浪就跟着去啊。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遇到那个嘎古巴就是另外一个亚少。然后回到了他们那个靠近那个卑南西附近的时候，遇到了拉兰厄斯。这4个亚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恒春系统的主体哦。你看，它有马鲁浪，有达里萨干，有嘎古巴，还有那个什么拉兰厄斯。请问有没有吉维利安系统的人？都没有呢，也没有萨利本案，也没有直波兰，也没有直波，也没有吉维，都没有啊。所以从逻辑上哦。吉维利安哦跟那个拉兰厄斯哦不是那么合，可是拉兰厄斯跟巴吉卡比关系比较好哦，但是我们永远都是合作的伙伴呐、这彼此的关系都是一个合作的伙伴。好，李老师，我这样子推论的话，你觉得 OK 吗 ？OK 啊，那其实刚才有点到的，就是为什么没有传下来？其实就是在这个有边界意识的时候，那时候就停下来了。那我们阿美族也不是在制作这个东西，只是在买卖，所以当停了之后也就停了。对，所以怎么会传不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过去为什么会说阿美族是有他们的祖先？也就是因为这个航海的关系嘛，所以他们也发现到说，哎，他们的这些祖先都是从这边，然后散发到他们那边的。那时候我们也正好就是在这个这个南洋这一带，以及到大洋洲这一带，所以毛利人就说阿美族就是他们的祖先，其实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南岛语系是最多到东边这一边。就是那个复活岛嘛，西边就是马达加什么西啊，马达加斯加岛，对，然后到南呢就是到那个毛利这一边呐，最北的就是我们台湾嘛，对，所以他们再加上一些人类学的这些印证，就是关于遗址这一边的，他想到说，原来台湾是一直往这个海边这一边在扩展，然后其实我们以前所听过的，我也讲过了，那法吉路这一块，然后那怎么样去印证说台湾是最久的呢？他就用科学的方式把它验出，它是台湾是最久的那个法吉路的在遗址里面捡到的，所以一直往东走，往南往东走，最新在那里就是这个夏威夷嘛。它就是这样走，你看到往东边往大洋洲这边呢、绕了一圈，然后最后那个法吉路就是到夏威夷啊，那验出来是最新的，他们这个路线在一走一画就刚刚好嘛，就是这样子啊。我们阿美族就因为有这些根基，所以就认为是台湾就是他们的祖先的发源地，所以我们这个应该都可以推下去了哦。OK。好，谢谢那个李老师哈。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哦。
我们每一次看台湾的历史啊，那个眼界之短浅哦，我们不要讲汉人了，他们有政治的意识形态啦。那民进党的人，他们习惯用400年当成一个边界，因为他们想要去中国化嘛。对呀。那中国人又希望把台湾并入到中国，用大中国思想嘛，所以他们说南岛民族是从东南沿海的那个百越民族移过去的嘛。那我们两种说法都听听啦，我们主要还是要相信真正的语言学家嘛。你们看这张图哦，这个就是阿美族人哦会走的路径。你看看，如果你用这种的路径来看待阿美族人，台湾的小不隆咚的一个东西，我们怎么会去在乎说会不会去到台中呢？会不会去到台南呢？对阿美族人来讲，就在隔壁而已啊，有什么好？就是台湾的那个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都觉得阿美族人不会去台南呢，很远呢。阿美族人不会去13行，很远呢，那离他们有点远，他们到得了吗？他们划船的技术可以到那边吗？所以你看看那个，你要想想看，这个我们台湾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有一些啦，但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刘义昌哦，一个很有名的。而且我很敬重的一个考古学家，他说他有一次啊，就是有去看到一个叫做那个巨石强森啊，就是一个电影明星也是摔跤选手然后他说他就是从那个复活岛大家你们看复活岛在哪边？最东边这边然后他就去那边做访谈嘛，或者是去那边参访，然后他就去巨石强森的那个他的阿嬷的部落啊。他看那个巨石强森阿嬷的部落他看到说仿佛看到了阿美族，他突然就灵机一动，回到台湾去都兰找那个杨传广的家人啊，然后他就问那个杨传广的家人，就说：“哎，你们以前的那个文化是怎么样？”他都忘记，他们早就不记得了。然后他就只说：“啊，我们以前那个阿公阿嬷，他说。”我们以前阿公阿嬷都190这样，阿公啊190公分。刘义昌我跟你们讲，他现在的思考可能跟我们一样，在想阿美族人是不是当初那个南岛玉露跟那个流动的主要的13行的那个民族。我跟你讲，我们比他还快知道，因为我们有雅绍的观念，他没有。他现在还搞不清楚巴塞人是不是阿美族人，他不知道雅绍那个时候没有阿美族，阿美族这个名词在日本时代才有的，所以在那个13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那个文献哪里有阿美族那3个字？阿美族有拉兰厄斯啊、基维利安啊、达利萨干，他哪里有阿密斯？没有这个字啊。但是那个法塞族到了13行的时候，他们会自称叫法塞嘛，他们不会我是板栅，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板栅啊。他们只会说自己是法塞嘛，所以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就问你们是谁，他们就会说他们是那个巴塞嘛，所以人家会觉得那个时候那边在流动的叫巴塞族。好，这个画面我们只是解释那个阿美族的移动，我们来回到那我们那个吉维利案我们在各个盐关做加工啊。做那个加工之后，就是说我们加工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就是要把那个加工完的东西，再把它送到哪里去呢？送到卑南溪那边，送到拉朗厄斯那边进行什么？那个交换，就是其实阿美族跟阿美族也要交换他没有那么好，就是我们拿这个东西跟他换，然后拉朗厄斯换到了我们的。那个吉维利案修好的丰田玉的时候，就是加工完的丰田玉，他要做什么呢？好，我们给各位这个图这个就是拉朗厄斯为什么是比较勇敢的。来看一下那个南岛玉露好，我给你们看这个所谓的南岛玉露，我画给你们看从那个卑南溪那边出发先到吕宋岛、马尼拉、菲律宾、巴望，这个我移下来一点没关系啦，我大概画给你们看它是这样子。
再回台湾。有没有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南岛预录哦？我画你们可能觉得这个路哦，我给你们看那个网络上真正的哦，你们在那个网络上面打南岛预录，我们看那个图。玉路就是那个马路的路哈，南岛玉的路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呢，很多啦。哎，怎么要看的时候没有哈？我其实有图啦，我找一下哈。那个南岛玉路啊，经济。好了，我等一下找到图再给你们看。我们先用这个图，我怕耽误大家的时间哦。你们看一下这个图哦，就是我们用那个。哎，这个 Google Map 我跳出来了啊，不是，我要给你们看的是这个图。好，我再画一次给你们看哦。它的南岛预录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这一段这一圈就是刘义昌考古学家他在那个南岛预录的轨迹上画给大家看是这个样子。那什么是南岛预录？为什么有这一条路？我解释给你们听哦。南岛预录就是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出产丰田玉，也就是散玉。那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有散玉，那怎么会在这个南洋群岛这边呢？怎么会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拉朗二十从哪里开始送？从我们的那个卑南溪那个附近往什么兰屿没有，对不起，从绿岛、兰屿，再到吕宋岛，再到菲律宾群岛再到那个婆罗洲这边、印尼这边有没有？再到越南到这边再回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南岛预录。这一路上，他们考古学家竟然发现，怎么会有丰田玉？到底是谁送过去的？后来验证啊，是从哪边送的？就是从我们的那个卑南溪那个附近，透过那个绿岛兰屿啊那边送出去的。那我们台湾呢，一样。我再把这个图上次有一张图我们再把那个图拿出来给各位看。有时候图太多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放哪里了，我找一下。有一张，我看 FB 啦，我看 FB， 我们那个 FB 上一次的那一张图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有 po 一张图啊？那张图其实就这张图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有没有看上次 po 的那个 FB 这张图？我们的那个这个地方啊，丰田玉送出去它也会送到哪里？你知道吗？送到台湾的各地方去，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上次不是说阿美族的那个血液里面有88%的米田堡系统？那我们把这个你们看一下那个下面框出来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是平埔族，叫八仔族，八仔族也有14%、11耶，有没有看到？八仔族竟然有11%的那个米田堡的血统，太神奇了。可是你看阿美族送丰田玉的时候，有没有？他是不是有送到西边的那个靠近台中那个地方？靠近台中那个地方有一个族叫做八仔族。我把这个图放更大给你们看。哎呀，我把它下载算的比较快。我等下你们看就知道这里也有嘛。我把这个图对应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你们看这张图我放大一点这2张图，你们看对比一下。我把那个八仔族的位置在这边，有没有？在这个位置刚好符合啊，符合对不对？对。为什么他们会有14%的米田堡的血统？我们的人去那边米嘎发富了嘛，跑到那边疲态了，留在那边不回来了。对，好，李老师，你来讲这个部分，看看是不是符合我们阿美族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织跟性格？对呀，你看看左边这边，它是语言的分布嘛，这个紫色这一块，你看看右边这边那个图，是不是很符合？南边这边是不是？东边这边一块，然后北边这一块就是八仔这一边嘛，就是巴黎这一边的13行。你看这个图一对照的话，中间还是有，你看中间还是有走道。我们可以去从这个地方它的路线图以及语言的这些分布，你就可以知道阿美族所经过的地方，然后再跟米田堡再去证实一下，那一定会有。所以台南这边一定都有，对，台南这边一定都有，因为蒋英雄都是他们从那边过来的，他一定有嘛，只是没有去证实就对了。所以按照这个路途，跟我们米田堡是很贴切的，很相近的。对好，谢谢李老师好，我们讲到这边我怕你们消化不良我们再复习一遍第一个，我们把那个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跟花山冈文化再讲一遍把吉萨他们在花莲溪那边进去之后，到寿丰溪的时候，发现了丰田玉，开始开采那边创造了所谓的花岗山文化，然后他们把它送到哪里呢？送到花莲溪的出口基维利亚那边去接，然后他们接到哪里去呢？接到那个海岸线沿路一带的盐关我再念一遍从新社、长光，还有那个猫公，还有那个比西利岸、白手莲，再来到那个麒麟成功那边，再往下到那个和平，再往下到那个崇安也有，不是崇安，太原，都兰，反正这一带都有那个盐关。那盐关的功能就是把从把吉他那边采集的那个散玉丰田玉拿来做加工，然后他们再集体送到哪边？送到到卑南溪那边，就是所谓的卑南文化遗址那边，他们采出最多最漂亮的玉都是在那边采，因为已经加工好送过去了嘛。那从卑南遗址那个位置再往南洋送，再往台湾各地送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们看那个箭头他送回那个卑南溪那边，他就开始往外送了。所以卑南溪那边的卑南遗址那边的是完成品，他往南边送，往北边送，往南洋送，这样子有没有理解？小白老师要不要补充？森龙哥有举手，森龙哥请说。老师，我问一下是，就是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是靠那个米田堡的这个血型的，然后去看这个足迹嘛。对。然后那个林玛丽他那边，不好意思，等一下。那个林玛丽那边的文献，他有没有去解释说，这个阿美族的这个米田堡只有88%到90%，为什么不是100%？是不是也有一些那个是原因是什么？有一些阿美族人是没有的，为什么？应该这个从统计学上面呢，就是说，因为有另外一个资料我有看到是95%，那我在网络上面可以下载的文献是88%，那原则上如果接近90%这个比例就已经是一个怎么讲？已经是那个
很高比例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有去统计全世界的那种有这种相关的资料一比对啊，有一些民族是10000个人才有1个人有米田堡呢，有些民族是好几千人只有1、2个，所以它变成就是说，单一民族竟然有这么高的比例，达到将近90%其实是已经高比例。那你说为什么会有10%呢？我其实因为我不知道以前阿美族人会不会领养别人家的小孩，我不知道了。就是说，有可能是说他们不是亲生的，或者是领养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可能我这边就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没有到100%。对，所以我想要问清楚，就是说，所以这个米田堡在阿美族里面，它并不是说几率高，而是说我们的这个人种有这个独特的这个血型的这个这个叫什么米田堡型的，对，是因为我们这个阿美族的这个人种嘛？对，没有错，独有的嘛？没有错，全世界独有，它不是几率，对不对？不是说阿美族，不是，对，它真的不是几率，它就是我们独有的，对，这个是阿美族独有的 DNA， 没有错。全世界找不到一个民族有这么高比例的米田堡，完全那如果说这个是确认的话，那当然就可以用这个米田堡的出现，去溯源说我们的足迹到哪边嘛，这个那就很正确了嘛，没有错，对。OK， 那没问题了。好，谢谢森龙哥这个东西就是讲统计的那个样本数跟它的几率啦。但是如果到90%以上几乎你可以说已经10个有9个有米田堡就很多了啦。其中那一个是领养的啦，捡到的啦，在路上有一个娃娃把它捡回来养，这样有可能。而且林玛丽在测阿美族的时候已经是近代了，你知道吗？所谓的近代是说阿美族人已经跟其他族群有通婚的现象。所以难免会有那种，就是说没有办法到100%更高的比例的，应该就是有混血的，所以他测到的是隔代的是另外一个族群的血液了，有可能是这样。而且我跟你们讲米田堡具有米田堡血统的阿美族人你不要去捐血你去捐血的话，人家输到你的血会产生那个什么他们的什么血液的什么崩坏，我忘记了。反正我们阿美族最好不要去捐血啊！你们的血不可以给别人，你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血，会破坏人家血液的基因。对，真的，你们去查资料，不能乱捐血因为人家拿到你的血的时候，他们本身的血会产生另外一种破坏性的什么，你们自己去看那个我比较没有研究。好，还有没有问题？小白老师要不要补充？你有看到这个高比例跟它的对照 OK 的话，有没有什么想法？不是，我的意思说，在运送那个丰田玉的加工完毕以后，因为这个当中也大部分都是因为有时候像巴基达啦跟那个拉朗阿萨。他们有姻亲的关系，他们会一道走啊？会，老师你讲的没有错，他们是个集体，对，集体的，他们会一道走，会互相影响这样，才产生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其他的氏族啊，对，语言通当然会有这种交互的关系啊，对，大概都会合并这样啊。对，没有错。对啊，他们都会。我顺着那个小白老师这边的那个论述我提出一个阿美族人的那个族群就是高峰期的交流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们每一个阿少拉朗那时沿着卑南溪往上游走，吉乌里岸系统沿着秀姑兰溪往上走，那个巴吉塔沿着那个花莲溪
往下走，那个是往下走，他们就汇流了在中游跟上游的地方，他们碰面了，就是说这个时候不同系统的阿美族在上游碰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高度的那个姻亲的联盟关系。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哦，差不多在荷兰时期没有多久哦，就是前后啦，我也不敢确定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卑南族吼，我们叫卑南社，卑南社的人跟那个泰巴朗的人好朋友呢，他们不是说以前就不好了。有一次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哦吵架，然后那个卑南族啊就要跟那个泰巴朗要打架了嘛，结果泰巴朗的人去找奇美的啊，那个卑南社的人要打我们，就泰巴朗跟奇美的联手把卑南社的势力赶出了瑞穗那一带，你怎么知道吗？因为卑南已经跑到瑞穗了，但是因为泰巴朗跟不是马泰安，泰巴朗跟奇美他们就跟他交恶嘛，就把他赶回那个南边去，所以卑南族很可怜。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卑南族欺负阿美族，事实上不是呢，卑南族被马兰逼到往里面走，被阿美族逼到往南边走，所以现在卑南族就只能待在我们看到的那个地方，是因为阿美族一直逼他往某个方向走。但是我们看到的历史说，哦，卑南族人哦，什么给我们什么巫术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卑南族人现在人口那么少哦，他们如果真的那么强大，人早就很多了哦。所以这个历史哦，你要这样子还原哦，不是说看到现在你的文献哦，你会发现的像，好像我们阿美族以前都是弱势，怎么可能？我们阿美族人最喜欢那个，你看都会区就知道了，每次那个菜园没有人的地，他就先占，然后种个菜。等到人家来赶，用火烧，隔天隔壁又出现了新菜园，那这个杀都杀不死的。我以前那个学长，对啊，他就说，哦，我最佩服阿美族人了。这个世界如果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出现2个动物，一个就是阿美族人，一个是蟑螂。但是最后阿美族人会把蟑螂吃掉，就赢过了那个蟑螂，然后我们就变成世界的霸主。他笑我们阿美族人，事实上。他在赞美阿美族，就是生命力极强啊！就是说，你们也知道嘛，就是你看我们那个阿美族人到那个什么莺歌啊，那个到了那个像我们那个南坎那一到大溪那边有没有都有阿美族人在河岸的足迹啊？我们哪里不能去？我妈妈在我们这个巴德这一带就历经了3个菜园呢，你看看。一直被赶，那个菜园照样给它长出来。真的很多菜园。可是沙瓦那边不是占地为王了吗？对呀，你看沙瓦子那边就直接变成是正式的。你看我们的阿美族毅力。还有啊，还有坎金啊，坎金部落。坎金对。对啊，我看一下我们线上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哪告行系在线上啊？有呢。那个翠云老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阿美族在这一方面的韧性？哪告行系有在线上吗？我看有你的名字。哦，他可能不方便讲话了，可能只有在听而已。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一下阿美族人到各个地方的生命力跟他的韧性，分享一下？因为这一段其实才会证明阿美族为什么到处走都可以到处生存。有没有人想分享这一段？那个在新店那边不是有一个西周嘛？西周部落吗？这个我没去过，西周部落。对啊，那个地方就是以前我们在那个新店，不是如果说你要去的时候，右半边那边有很多房子嘛，那边都是我们盖的房子啊。然后到了中午天气很热，那个周末工的那些阿美族就会加在那个河边那边。可是那个西周那个附近那个时候都是沙地的，可是后来啊，先种那个芋头啊，怎么啊，结果后来就有人
从那个工地那边拿那板模就盖起来了。然后后来就一个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现在就成为那个七州部落啊。对啊，所以我们都是那个不经意让人家发现，然后突然就已经盖好了。对，对啊，那个戏子的那个什么新村呐、花东花东新村，那个也是我们阿美族还有台中的太平啊，还有台中的太平，对，台中也有，对，那边的话，之前只有一家人啊，去抓鱼，就在那边野餐啊，后来就弄成一个导游案之后啊，导游案文化，对，慢慢的增加，就选出来头目了啊。对啊，有头目以后就开始讲还我土地啊，就是这样子来的。我这边也分享一个也很好玩哦。以前921地震的时候啊，我以前念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我跟那个一个泰雅族的校长同一个班嘛，他叫比令雅布哦，就是现在那个什么泰雅族实验学校第一个开创的那个校长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嘎造，你们那个阿美族很夸张我们那个921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房子都倒得乱七八糟，台中那边。然后我隔天就看到有一群人在拿那个就是倒掉的那些材料哦，在旁边就搭了一个临时的住屋啊。第二天的时候，看他们在那边办那个什么，好像是那种类似像那种庆祝的活动，人家还在哭，他们已经在办对啊，你看看他们一定很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的韧性哦，真的嘞，不可思议嘞。我们的房子垮了，我们还是很快在旁边搭一个打炉案，有没有？马上就把那个整个生活恢复到正常化。人家还要头七啊，还要再拜啊，还要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每次听到别的族群在讲我们的生命力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感，说那么厉害哦。但是我觉得回归到现在啦，我们阿美族缺乏了一个东西，就是教育。如果大家都认知到阿美族具备了这么多的好的地方哦，如果把教育的东西提升，它应该还是可以回复到以前那个航海民族的智慧，它可以在各地的去做，也不要说做生意啦，它至少它的眼界，它的发展会更多元。这是我自己对阿美族的期许，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就再看一下哦。如果我们看这一张图哦，我们必须要跟很多人去论证哦。这一张图有2个意思哦。第一个是语言的分布哦。这个紫色的语言，我上次就有跟各位说明哦。紫色的部分就是那个时候所谓的通用语言，就是说颜色一样的地方，话是可以通的。那很好玩哦。那个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就说：“奇怪呢，那个噶玛兰族明明有自己的话，为什么那个噶玛兰族要讲马赛语？”后来他们才发现一件事情，说很多跟那个马赛人交易的民族哦，都必须要会马赛语。所以你们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马赛语就是阿美语啊。所以马赛语，我们的阿美族的语言以前是在台南。在恒春南部的地方，在台东花东一带，在宜兰，在北台湾，甚至到桃园是通用的语言呢，就是那边跟我们交易的语言。所以你看，我们在看这个丰田域的流动，是不是完全一致？我们这个左边是语言学哦，左边跟右边本来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但是你看右边。这个丰田域的路径是不是跟我们通用语言的地方是重叠的，对不对？对。所以你看这一点可以证明一件事情，阿美族人就是在这个地方跟别人交换。然后你们看这些地方很妙哦，其实已经在
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卑南文化时期那个时候是3000年左右呢。阿美族在3000年左右就在台湾跑透透了，不是现在的阿美族才跑透透。我们现在的阿美族人在台中也可以选议员啊，对不对？在台南也可以选议员嘛。我们在桃园还可以选4席还3席议员呢，新北也是很多啊。你看，我们不是现在的阿美族才到处跑呢，我们以前的族人就到处跑了。那个李老师，我这样讲有没有正确？对呀，正确啊。只不过那一段时间我们不叫阿美嘛，日本日据时期的时候才叫阿美族嘛。对啊，之前呢，就是跟这个语言的分布应该这么说了。那究竟叫什么？那现在就是他们现在原学校就叫做马赛语。对。这跟我们都有关系的，跟这一个你看这个生意的这些路线的分布完全正确啊。你看屏东这一边，你看看那恒春呐，在二重溪、四重溪这一边，你看这个感觉就很清楚了。对，完全左边我们那个箭头指到的地方都是紫色的，对不对？对。你看那个紫色的地方，就是那个丰田玉送到的地方，就是紫色的位置，对不对？对呀，很神。这2张图根本它本来不是放在一起，是我刻意把它放在一起。右边是南岛，右边是丰田玉在台湾分布的状况，左边是那个马赛语，就是阿美语的通用的地点，是不是完全一致？大家没有吓一跳吗？你看看，台湾东部最南边的地方，你看什么细海呀、大武啊，那你看这是点，因为这边的阿美不是很多，所以他就用点的方式。对，有讲阿美语的语言的地方就是这些嘛。对，对，那个黑带呀也在这里呀，大武也在这里呀。对，就是这个紫色小点点，对不对？对，这个就是阿美族在那个什么，那个太马里溪啊，那个什么金轮溪的出海口嘛，对不对？对，就是留下来的。对。这个完全，你看这2张图本来不是同一个。森龙哥，请问，请说。梅老师，我问一下，那个丰田玉啊，这个是台湾独有的那个育种吗？还是说台湾独有的，而且只有花莲那边才有？寿丰那一带。对，寿丰那边，寿丰溪那一带才有的，就是在花莲的北段那一带，花莲的北段。对，你找那个有这个名称的，就是那一边就有一个丰田站的。我以为是日本什么名称什么车子，不是，因为跟这个意有关系呀。对。所以森龙哥的问题我这个很明确的回答你，就是从文献上面完全考古学家跟全世界证明一件事情，说因为丰田玉是台湾的散玉因为日本人他们叫丰田玉啦，那事实上它叫散玉它的硬度。它算是软玉，它不是很硬的那种玉，它是比较软，但是也是很硬啊。他们的玉里面叫做软玉，然后这个玉只有在花莲的那个北段才有这个玉然后之前他们挖出来的话，就在寿丰溪那边挖到那个寿丰溪其实已经被改名了，叫做米亚干溪就是变成米亚干遗址他们就挖到丰田玉。但是他们挖到的丰田玉是一个，就是那个比较怎么讲，就是说好像是不好的玉。那其实人家知道为什么是阿美族人那个时候在挑好的玉要送到卑南溪那边，阿美族已经把好的挑走的，剩下烂的留在原地，所以他们才会采集到一些比较不好的，就是那个比较成品没有那么好的，或者是碎掉的，然后送到那个我们的海岸线的那个吉维利岸这边进行加工，然后最后再送到卑南溪那边，由卑南溪那边往外送，往南洋、往北、往南这样子送，它的逻辑是这样。所以
为什么那个刘义昌说南岛玉露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如果如果那个丰田玉不是独一的，不是特殊的哦，他不会讲这个南岛玉露啊。他讲这个玉露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只有台湾才有，所以他去追踪这个玉到底跑去哪，他的走的路径在哪。他追踪完之后，整个考古的大调查发现，他就是走兰屿啊，他走绿岛、兰屿啊、吕宋岛、菲律宾群岛，还有那个那个印尼啊、婆罗洲啊，然后再往北到越南啊，再回到那个海南岛，再回到台湾。它的整个这个叫南岛玉路，所以这个玉路就是那个丰田玉走过的路，就是这样子。申龙哥，我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啦，就跟我们阿美族米田堡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对，台湾特有种啊。对，那个松林大哥，不要讲台湾特有种了，阿美族是全世界特有种。那个玉啊，玉啦，对啦，我说那个玉。对，我们阿美族是世界的哈，国际的。我们是世界的。对，我们独一无二。我说的是那个玉啦，丰田玉。没有错。现在挖得出来吗？有啊，但是就是说没有经济价值啦。现在那个玉啊，可能变缅甸玉、其他的玉取代了，丰田玉没有价值了，你挖得到啊？没有价值。摆在那个洞口的有很多了，一堆了。对呀，几千年前那是很值得的啦，那现在已经更好的玉了。对，我刚好顺着那个信燕的话哦。刚好就卑南时期进入了那个三河时期，就是进入了有铁器的时代哦。阿美族开始会把那个南洋的那个炼铁的技术跟铁器带到台湾哦。他顺便把玉器跟那个南洋群岛去换什么？换玛瑙、琉璃珠，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那个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就是透过那个过程去换回来。结果你知道吗？换回来之后以前的那个交换的民族啊，他们看到哇，玛瑙比较漂亮琉璃珠比较漂亮，渐渐的那个玉被什么取代呢？被金属类的东西，被玛瑙、被那个琉璃珠这些取代。所以你要想想看以前的排湾族，早期的排湾族一定是带玉，后来的排湾族就开始带了玛瑙，带了琉璃珠。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看到现在原住民身上带的他们考古学家都说那个是最早的舶来品，是谁给他们的？是谁跟他们交换的？就是我们阿美族啊，去南洋啊，去交换来，然后回到台湾就跟这些族群接触，然后跟他们交易。所以我们以前阿美族人跟这些族群很好，不是像现在讲的，我们跟卑南族还要打仗，跟其他族群紧张关系。看到斯卡罗还要跑掉，什么东西一大堆的，那个都是很近代的，已经变成阿美族人没有海洋的生活的空间的时候，被压缩到陆地，变成要跟其他族群竞争，才会导致后来的紧张关系。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往花东平原移动。为什么呢？通常你一个人在外面受到挫折，是不是都会回故乡？为什么台南的恒春阿美要回到台东？他会回到卑南溪，那属于他的故乡啊，对不对？小白老师，你是恒春的。对呀，是啊，害得我回到电光了。现在，你们只是回到你们属于你们的故乡嘛，对不对？对呀，对呀，所以我们只要被欺负都会回故乡嘛，不是都这样吗？也是算了。对呀，还有没有问题？现在58分的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问题？还没有事。是马里盖老师。今天问的那个这样的论述，我真的很前卫。真的是听起来真的是，值得我们。喂，你听到吗？马里盖老师，你说你的声音好像比较不清楚，你再说一遍。我说今天所讲的这些论述都真的很前卫了。对，而且呢，我觉得是在这个最近听到的一些论述啊，一些学家在
学者在讲我们原住民的这个一些论述，透过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可以推翻过去那些很奇怪的论述。然后如果我们稍微再找几个比较有一点经验的人啊，对我们的阿美族的过去的历史文化来做这个编辑，或者是做一些编制哈，然后再重新把这样的论述来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我觉得今天听到这么丰富的一个信息，非常重要。好，谢谢马立甘老师哈。老师，我很认真听你的声音哈，虽然有一点断断续续哈，可能你在的位置比较收讯不好。那谢谢马立甘老师的建议哈，我们其实有这样的规划跟那个计划啦，就说因为我们目前呢，我们的李定新老师跟那个小白老师的指导教授哈，论文的指导教授哈，就是那个东华大学的林素贞哦，阿美族的历史学家，他其实也对那个平埔族有很多的研究。未来我们可能会把这些讨论的成果哈，或者是讨论的雏形啊，跟他做对话，来去交叉验证哦。因为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专长都不一样，我们阿美族人其实是专业分工的哦，就是不同的领域就互相的合作，那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自己阿美族的历史，透过大家的努力，我一直强调是我们大家的努力哈，自己去建构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真正的历史，而不是说汉人或者是清朝人或者是日本人写的历史这样。好，李老师，你帮我们做个收尾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讨论。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跳跃了满清到现在的，我们往上面去推，然后我们再去验证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些历史是不是能接得上。所以有很多疑问，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往上推，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弄得有一条路可以走到到我们目前这边，然后往前推的那种领域里面。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是不是可以透过我们现在雅哨，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那个雅哨追出来是怎么样的这是分叉，然后怎么样又合起来，那究竟最先出来的他们所说的这些雅哨是哪些？我们把这个最大的最久的雅哨找出来，我相信我们的历史就可以找得很清楚了。那上个爱国福电好，那个再见了。好，谢谢老师。